真係要企出嚟嘛？2025年預苦期，讓我哋喺馬可福音裏邊與主相遇。作為一個濕疹患者，每一年春天、夏天，我都選擇着長袖衫，將手臂上邊一啲嘅患處遮住。咁係對皮膚嘅保護，亦係顧慮到衞生嘅情況。但係我自己都深知，有陣時候我更加驚俾人見到。你呢？你有冇驚俾人見到而將佢收埋嘅地方呢？讓我哋一齊嚟聽下耶穌點樣講。馬可福音3章1節。耶穌又進了會堂，在那裡有一個人，他的一隻手枯乾了。眾人窺探他會不會在安息日醫治那個人，好去控告他。耶穌對那一隻手枯乾了的人說：起來，站在當中。又對他們說：在安息日哪一樣是可以作的呢？作好事還是壞事啊？救命還是害命？他們一聲不響。耶穌怒目環視他們，因他們的心剛硬而難過，就對那人說：伸出手來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復原了。法利賽人出來，立刻和希律黨人商量，怎樣對付耶穌，好除掉他。你知道嗎？我一直都蜷縮喺會堂嘅一角，我隻手好似一片枯乾嘅樹枝。咁多年以嚟，每一個安息日都有人用餘光望住我。我知㗎，佢哋一定係望緊我嗰一隻枯乾嘅手。呢一隻枯乾嘅手，好似上帝留喺我身上嘅印記一樣，係懲罰嘅印記啊！直到有一個安息日嘅清晨，有一個木匠嘅仔，佢嘅眼光同樣掃過我嘅身體，但係同人哋唔一樣，佢更加開口同我講：起來，站在當中。站在當中，唔好玩啦！雖然佢講嘅時候，我個心頭係震咗一震嘅，但係真係要站在當中嘛，真係要企喺眾目睽睽之下。我同耶穌嘅距離不過係幾步路啫，但係其實我知道我要跨過嘅牆有幾咁高。班法利賽人及到實一實，群眾每一個都喺度竊竊私語。我亦都知道咁多年嘅枯乾嘅手點會話好就好㗎？但係呢一位神嘅兒子繼續講，今次佢係對在場眾人講，喺安息日邊一樣嘢係可以做嘅呢？做好事？做壞事啊？救命定係害命啊？救命定係害命？我知道佢嘅答案㗎，一定係救命啊！
好似同緊我講，我睇見嘅唔係你身體嘅殘缺，而係你最原初嘅樣式。喺呢一刻，我知道我要做嘅只係伸出手來，站在當中。呢個係兩個我能夠做到嘅動作。而我嘅手，我曾經枯乾嘅手，今日已經恢復返血色啦。原來最深嘅醫治，唔係首先讓枯乾嘅手復原，而係喺被全能者看見嘅時候，我願意回應佢嘅接納。耶穌說：起來，站在當中。到底呢一句說話係公開嘅審判，定係醫治嘅邀請？你有害怕被看見而隱藏嘅枯手嗎？耶穌說：起來，站在當中，伸出手來。親愛嘅朋友，讓我哋一同喺佢嘅恩典裏邊邁開我哋嘅每一步。我哋一齊祈禱。親愛嘅主耶穌，求你光照我生命裏邊枯乾嘅地方，你賜俾我有伸出手嘅勇氣，軟化我哋容易喪志灰心嘅心。當我要企喺人群中央，願你成為我嘅力量，使我嘅見證好似嗰一隻枯乾嘅手復原嘅手一樣，指向嘅係你醫治嘅大能。禱告交託，奉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祝福你，聽日讓我哋一齊繼續喺馬可福音裏邊與主相遇。